你都幾廿歲人咯，已經退咗休噶啦，又有退休感受，仲咁搏命做乜嘢呢？呢個係我喺評論區裏邊睇到嘅一條評論。其實我覺得啊，女人最好嘅歸宿呢，唔係婚姻，而係經濟獨立。一個女人可以冇男人，但係唔可以冇錢。唔好將自己一世嘅幸福依賴喺男人身上。你可以話我好現實，一個女人有錢係佢個價值，你長得靚呢，就係你嘅優勢，活得瀟灑呢，就係你嘅本事。天生麗質呢，你不如呢天生麗質。唔論你缺唔缺錢，你都要有揾錢嘅能力。努力揾錢唔係話自己需求有幾多，而係令自己唔好因為錢去遷就邊一個。哪怕係人哋俾你有幾多啊，你使起上嚟啊都唔得方便。自己揾翻嚟嘅，哪怕係好少，我都使得得心應手。想買乜嘢呢，就去買乜嘢，唔使手心向上，更加唔使睇人哋嘅面色。呢個啊，先係女人應該有嘅樣子。努力去揾錢呢，唔一定係責任，但係一定係尊嚴。